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想分享個湯水叫做五子無桃海底椰借菇湯。佢嘅功效好多㗎喎，唔單止可以止咳潤肺，仲可以行氣去濕、滋陰補虛。一般人士都好適合飲㗎，無論小童、成人或者長者都好啱飲㗎。尤其是一啲成日要捱更抵夜工作嘅人士，或者煙酒過多嘅人，就要飲多啲啦。咁點解今次我唔煲瘦肉唔煲雞，要煲借菇呢？原來古時有句說話叫做飛禽莫如菇，一菇頂九雞，即係話借菇嘅功效好處多過雞好多㗎。原來借菇大致可分為3類，有90天、150天同埋300天。我今次就買咗老借菇300天，當中嘅蛋白質同埋氨基酸係濃度最高嘅，功效最好。咁仲可以安胎補腎、提升免疫力、補氣養血、滋陰潤肺、健脾益氣同埋化痰止咳。同大家講下我今日所需要嘅材料同埋份量啊！材料有五子無桃50克、泰國海底椰片50克、無花果3個同埋蜜棗1粒。當然仲有借菇1隻。借菇買咗返嚟解凍咗，我哋拆開咗包裝袋，用清水清洗乾淨，搣除咗佢啲內臟啊，去咗頭同埋尾佢。營養都好豐富㗎喎，包括有氨基酸、維生素、微量元素、礦物質，獨有幫助兒童發展智力嘅牛磺酸。咁我哋可以配合唔同嘅中藥材嚟煲，效果好好㗎。跟住我哋清洗完借菇，斬件之後，我哋進行飛水嘅步驟。首先我哋將佢凍水落鑊，再加啲紹興酒，跟住大火煲滾佢，煲佢2-3分鐘。煲好咗熄火，再倒咗啲水佢，再用清水沖一沖洗，我哋可以煲湯噶啦。跟住五子無桃同埋海底椰呢2種食材都唔需要浸嘅，用清水沖洗一下，再落埋無花果同埋蜜棗，用清水係咁意洗佢1至2次。五子無桃可以行氣去濕，而海底椰又可以止咳潤肺。無花果想出味啲，我哋可以將佢一開二。咁一時有啲朋友話無花果會唔會好酸㗎？煲出嚟點解咁酸㗎？我就覺得一啲都唔酸喎。雖然我買一種係土耳其無花果，飲落去好清甜，一啲酸味都唔覺喎。大家想效果更加好啲，可以買美國無花果，佢就比較大個，同埋甜度高啲。哇！咁快我哋準備好食材，我哋而家可以煲湯啦。我今日準備咗2升半嘅水，水滾咗可以加入所有材料，大火滾起。我哋用大火滾佢10分鐘到，之後再轉中細火煲佢個半鐘呢。哇！咁快煲好湯啦喎，最尾加返啲鹽調味就可以飲得噶啦。五子無桃海底椰借菇湯，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日分享呢個湯水啊！唔知係咪時令嘅關係，平時又唔覺超級市場有借菇，但係近排又比較多喎。如果大家見到，可以買嚟試下煲嚟飲下，一家大細都啱飲噶。仲有喎，講個小秘密俾你哋聽啊！啱啱我嗰日煲完呢個湯水，阿仔就運動完返嚟夜晚飲。哇！佢唔單止飲完1碗，仲要添多2碗添喎，唔知係咪好清潤呢？但係未飲落口就已經聞到好香嘅椰子味噶啦，呢個湯真係唔錯噶，值得一試。等我試下啖湯先。
未飲就已經聞到陣陣嘅椰子味，飲落去喉嚨好潤喉，又唔會話煲雞咁樣好油膩喎。你睇下，一啲油脂都冇㗎，好好飲。如果大家覺得呢個影片實用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有新嘅影片，立即通知大家。